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郊今天早上发生了爆炸事件，造成7人死亡，14人受伤。那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了1名受伤嫌犯。事件发生在阿克苏市郊，外电引述新疆新闻办主任侯汉民表示，一辆载有爆炸物的3轮车开进人群后爆炸，受伤的大多是当地百姓，有多人重伤，当地政府正全力抢救伤员。据悉，爆炸发生后，警方当场抓获1名受伤嫌犯。警方表示，爆炸是有人蓄意制造。爆炸发生当天，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刚好正在会见一批记者参访团。他表示，三股势力仍然存在，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将一直持续。境内外的一些三股势力企图分裂国家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。我们讲在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、尖锐的、复杂的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由来已久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还会有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努尔白克力还指出，去年发生的7·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，也不是宗教问题，而是由三股势力在境外煽动境内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